看后面一片哈，这个我们的莲潭公园啊，莲潭志洪池很漂亮哈。在市府特别选在这个景点哈，搭建这个活动中心，让一个多功能的方式给我们的乡亲能够使用，而且建筑上搭建的非常完美。这个花了5000多万，由中央补助1600多万，其他的由市府自筹也在经费拮据的范围内市政府能够找出这一块土地，又用了这些钱来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多功能使用。像1楼我们将来要做收银中心，2楼这边就是由我们社区使用有大礼堂啊，也有厨房啊，还有就是各种多功能的方向给大家来完善。是我们从10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做努力跟规划，到今天115年1月份开始落成，所以这中间呢，我们大概经历了6年多7年的时间，才等来这一座。那这当中呢，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就是市政府也有帮忙，还有我们的林志展副议长也有帮忙，所以这一座的里民活动中心不是单纯只有里民活动中心，我们楼下1楼是0到2岁的公托教育，因为现在这边住的是非常多的南科的工程师新贵，他们的孩子其实很多都找不到保姆可以做安置，所以我们当初的设想规划是想说，让年轻的工程师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莲潭里的活动中心是坐落在莲潭公园的东北角。莲潭公园是一座滞洪池，设置这个滞洪池的目的呢，是为了就是要疏洪，就是大雨的时候能够蓄洪的一些作用。所以在这边呢，里民常常就是每天早上跟下午都会有人来这边运动。公园的旁边在坐落这一座美轮美奂的一个里民活动中心，其实除了让民众可以歇歇脚以外，然后接下来就是未来我们大概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跟成大团队做合作，那会有一系列的讲座来提供给所有的里民来做服务，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来，掌声鼓励，让咱未来拢会当一切顺利，一切平安。因为黄伟哲市长进来，伊对于义里活动中心非常的认真支持推动非常感谢咱议员会当共同支持这个经费。市长进来已经拢有68座的活动中心重建，阁有迄个整修啦新的部分29座所以伊进来到今年底会当完成，阁差10座嘞所以其他的部分就是讲有的规划中啦所以这个活动中心起来了遮水，希望讲里长好了用啦，周遭环境都整理得都非常的漂亮。内底设施市政这边遮阮会尽量来甲配合好势。最后希望讲里面会当多使用你包括讲迄个办理活动还是演习啦包括讲迄个演习的课程，有老百姓尽量咧市民都尽量咧使用。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2月12日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生活年货大街伫台南生活路街以及大马港广场顶场，将一路持续到15号。现场唔但有150间美食甲年货单位，也佮推出消费抽奖活动，送出电动机车、酒店大房更订好礼，连市场处人气吉祥物菜市仔，更是头摆以10公尺充气红仔造型，堪大家见面。加码干烘出芳开，互人看了是嘴烂擦擦的。佮有山东大饼是淳朴的眷村好滋味，酥酥脆脆的蒜蓉鸡嘛是年节好礼之一。旧历过年特别来到台南新华年货大街出现菜卖人潮，是要买那个过年要用的啊，就是想要吃的东西。带小朋友来参观一下，对，然后看过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有卖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让小朋友认识一下说过年节庆的东西。这样。现场总共有150间美食以及年货摊商参与，结合金美年的意象，佮有多元丰富的表演内容，连市场处人气吉祥物菜市仔，更是头摆以10公尺充气红仔造
造型，看大家见面。它很可爱啊，所以我们希望它有推出像徽章还是贴纸，所有的玩偶的周边商品这样子。活动将一路持续到15号，期间只要伫咧年会大街消费，加入成为台南购物节会员，并甲蔡市爷、叶市爷兄弟拍卡翕相，会当领小礼物，并推出一项活动好康，包括着年会大街限定抽奖，包含这个中间包含什么电动机车、电动自行车，还有5星级住宿的这个住宿券哈，这个好礼相当的丰富。那我们统计到2月10号为止哈，我们台南购物节已经累积消费金额已经到达了65亿。2026新化年货大街今年已经是第15届了哈，那已经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又看热闹也好看门道也好，一定要来到我们新化年货大街。新化年会大街已经成为台南迎接旧历新年的重要代表性活动，唔但成功带动地方商机甲观光人潮，嘛互市民伫熟悉的街区感受年节氛围。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正统罗里门新保庙野村宴会活动，将伫咧228元宵节盛大顶中，包括高空宴会甲蜂仔炮等集合活动。庙方表示，今年同款开上千万来精心规划，期待伫罗里门马的庇佑之下，共同迎接平安的一冬。伫台南里月新春活动当中，每一档拢起数十万人潮的正统罗里门圣保庙宴会迎春，今年将伫228元宵当天盛大登场。到时除了有一系列的艺文表演甲游行，也佮有传统的编春牛、唱春牛，以及大家上届期待高空宴会秀。庙方表示，今年同款开上千万来精心规划，12号上午伫济济贵宾的见证正式开炮。开炮！咱就俾妈妈来庇佑着咱大家，咱丙午年会当马年行大运。大年初开始啊，本庙推出这个安太岁，点祈福灯，过7个平安桥。完成殿2桥卡9品莲花等重要的仪式，协助咱的信众会当消灾解厄，祈福转运。根据了解，为了欣赏一年一度的高空宴会，香客大楼的118间房早就被预定，甚至预约明年的冬季。立委陈廷辉甲副市长江林煌嘛共同出席，关心今年将再次震撼台南新春的庆典。罗里门圣保庙要举办，咱已经30多档来拢有迄个新春即个迎春牛、编春牛、抢春牛，搁风炮，搁有高空烟火会使讲非常盛大伫咱这个圣保庙过年时大家拢做期待，就是我们的国际烟火，还有我们的风炮。而且咧，伫进前就是我们的编春牛，哇，游春牛、编春牛，所以这是咱台南咱圣保庙土城非常特有的。当然，安全是活动成功的基石。庙方会长嘛邀请土城消防队选择炸风炮、抢春牛的安全装备，期待伫罗里门马的庇佑，大家平安迎接新的一冬。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迎接旧历春节，为着向警察甲消防人员讲一声辛苦啊！议员林美的媒合民间企业共同捐赠700份鸡汤年菜，予警消人员伫春节节庆的时阵买当加菜。等到民众安心过年假的同时，也有一群警察甲着消防人员坚守岗位，为了这群辛苦的人员，议员林美的嘛特别媒合善心企业来捐赠年菜。今年已经是第11档，有了常在事业公司来赞助，总共募集700份的爱心年菜。
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哈，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哈，就是每一年的企业捐赠，有时候是一样的，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在今年是我们长甲实业企业由我们陈董事长哈徐万杰哈来就是做个捐赠啦。那我想我们台南市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城市。那当然我们希望在过年也能够平平安安的今年是第11年了哈，我们准备了就是将近700份的年菜给我们这些警察。消防、义消、疫情这些人员，在他们执勤的时候不会饿着肚子，而且有一份的温馨的感觉啦。今年特别准备这份年菜，这不只是一份年菜，更是一份感谢与祝福。感谢我们警察还有消防同仁在过年期间的辛劳付出，因为有你们，我们的市民才能更为安全。所以在此感谢我们的警义消同仁，也祝福大家在我们过年期间我们执行顺利，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有了一个充分的好年。今天代表公司自赠一点点小小的心意给大家，然后感谢大家过年期间守护在岗位，然后替全体的同民维护社会安全，大家辛苦了。上午的观众选伫安平区政大楼的广场，分别由着消防局的专委林德新，以及警察局第4分局长廖水慈，甲着第6分局长刘全福来代表接收。会后，警消人员嘛特别回敬感谢状，感谢常在事业甲着议员的善行。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南台南家扶中心伫春节进前号召社会大众响应春季做客特别会，希望协助经济弱势家庭的囡仔会当稳定上课、安心学习。后礼拜就是农历的春节，当真济家庭的小朋友欢喜迎接过年的同时，南台南家扶中心嘛正筹募弱势家庭学生的助学金，因为春节过后就马上要来开学。因此，趁着春节进前，举办春季的助学特别会，希望汇集社会资源，帮助互助家庭囡仔来筹募助学金。长年以来，我们都很开心，很感谢我们台南邮局持续支持的南台南家扶中心，对孩子们的念书，在每年的这一个开学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做这一个助学的特卖，那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开学之前，我们可以把南台南家扶中心孩子们所需要的协助的这一个相关的学习费用、助学金，我们可以顺利的我们交到孩子的手上，让孩子们可以顺利在开学的时候顺利入学，并且可以安心的在学校念书。那这是南台南家扶中心跟我们台南邮局我们一起努力的目标。南台南家扶中心感谢台南邮局长期无偿来提供场地，分别伫咧新光、永乐、安南，甲着原田邮局干部来登场。今天的人潮算是非常的踊跃，那大家都能够踊跃去购买家扶的特卖商品，都是非常的物超所值。在你们购买的同时，也为孩子们注入了勇敢追梦，然后向前奔驰的力量。除了感谢台南邮局，另外还有一个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团体响应，有台南市护理师护士工会、遇见新花的工作室、南宝数字基金会，甲着医药股玩具精品的百货店。现场嘛有胜出书法研究学会书法老师来写春联，甲民众分享过年祝福的气氛。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南台南家扶中心伫寒假期间，为着让受帮助的儿童青少年会当有公平多元的学习机会，特别甲美工科技合作举办精品营，让学生透过动手做来探索科学世界的无限可能。
为了支持陪伴弱势儿童青少年，南台南家扶中心甲美光科技合作，选定寒假期间动员济美光的职工，推出精品营队，透过 STEAM 的学习，包括科学、科技、工程甲数学，将资源找到更较侪需要角落。会中学员除了彼此认识，嘛用手工透过团队来比赛跳卡管，做伙动手动脑筋，感受开发性的学习体验。全世界现在很多的科技来自于晶片，但是今天各位在这边很重要，因为我们让全世界推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各位的学习还有好奇心。那今天我们除了学习之外，还有我们结论之后，我希望各位可以带着满满的收获，知道你接下来在未来的 AI 的领域、智能的领域，你可以做什么。其实可以从你也可以做得到开始。近年来，家扶基金会持续甲美光科技合作，为更较侪囡仔打造新的学习体验，甚至拍开面对未来眼光。晶片营里面会让陪伴着我们家扶的小朋友，南台南中心所陪伴的小朋友，透过一个做中学的方式，更了解我们整个的这个电脑电路啦，然后电脑的运用，然后特别是未来的 AI 的发展，都会在今天的这一个晶片营里面去学习到。对资源不足囡仔来讲，一班营队不只是学习，更是一段难得的启发。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像美光的企业持续投入资源来守护囡仔的学习权益。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无同新民所伫的帽仔象征无同的地位甲官职，有路的新帽工艺更当彰显成为特色。台南市订立传统工艺新民营帽技术保存者郭春浩研究新帽工艺超过1甲子，是当时会当做金、银、铜、纸新帽的技术。如今将近80岁的伊，犹原坚持亲自体欣赏牛帽仔，更侪摆得到新民亲点制作作品，遍布各大庙宇，咱做来看卖。眼神专注，动作利落。今年已经将近80岁，知名神帽制作艺师郭春福，这天来到主祀保安广泽曾王的狮山凤山寺聚宝堂，亲自帮神明丈量头围、调整帽型，流畅的动作，完全看不出岁月痕迹。过上哦，伊的帽啊，那照伊金什么装起来，这是李龙花，啊，但是洗了灯哦，伊是对拢甲对底无，烟花贡献嘛对底无，啊，那以阮咧做的哦，阮是会甲人客解说，人客哦，伊人感觉讲，伊要对李龙花，我就甲做李龙花。李龙花的工比底无工较济。春福师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最知名的莫过于鹿耳门天后宫正殿妈祖，号称全国最大的银质后冠。妈祖金身高将近4公尺，头围约5尺，银帽重达17公斤，高1公尺，相当巨大。同时还挑战自我，2025年完成一顶头围仅1寸半的中坛元帅银帽，大小几乎与50元硬币相当，展现工艺的极致掌控。要看遐油哦，要去当了做的时候，无遐简单。伊目，你即摆咧做的时候，伊目睭就开始会酸，然后目油。啊，你差不多做差不多5分钟，大家再起来行，起来休息。做5分钟的工课，你要休困哦，啊休困差不多3点至4点钟，伊目睭开个，我就到个恢复。除了全国最大及最小银帽，4点大天后宫正南妈后冠也是出自他手。即便银价年年上涨，一顶银帽动辄30-40万元，至今都仍有信徒来求帽。郭春福不仅将纸帽精致化，推展成神帽，更将早年打金镶嵌宝玉的嘎翠技艺融入神帽制作，结合粉线、画色、安金与彩绘工法，汇整出完整的神帽造型体系，开创独特风格。阮较早哦，阮这拢是学轻功的啦，拍琴啊，拍琴啊，你若做落吼，差不多人拢会晓做啦。但是即摆囡仔哦，
伊要学师哦，伊学袂调，伊拢学无偌久哦，伊就要家己要出去做头家，家己要出去做师傅啊。因为这个功夫就是经验的传承，个经验的累积。你知影？你经验如何，伊的功夫哦，伊就会如何。一顶手工神帽，从丈量、打板、绘图、造花到熔接，往往耗时数月，甚至1年半载。他也成立自己的工艺社，就位在自家地下室，里面的师傅都是老婆、女儿和媳妇，堪称背后最强的娘子军团。耐着高温火烤，一敲一打，敲出完美弧度，也敲出传承的重量。野火野这个火，这个火锤因为野会知要控制速度，3个月我都甲教甲伊，我都当伊我都当做，但是伊都经验无够，无我都当做一样迄老啊。啊，你若讲外口有人要学，我嘛想来教，有人要甲教。但是这满囡仔都拢学袂着。郭春福累积超过1甲子手作神帽的精湛工艺技术，来自于对自我极高的要求。2016年获得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登录为台湾少数的神明银帽技术保存者，作品更被称作神帽界 LV。记者陈怀谈的报道。家人一间烘焙店用普德种天然酵母做香，加工游玩是2个香。店长竟推出用力台湾元素、酸酸 Q 弹的口味，天然健康零负担，吸引大批人客就门购买。双手温柔地拍打面团，仔细地放进模具进行发酵。就用这一家烘焙店坚持使用天然酵母，制作健康美味的面包。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然后我们的家里所有的烹煮的面包，我们全部的甜面包、咸面包，我们都用葡萄种。我们每天都会养它，所以我们面包放到隔天还是很软很香。店内的意大利发酵面包需要约1周的发酵时间。那意大利发酵面包它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养面种，然后面种里面要加水、加新鲜的面粉，还要加蛋。然后今天到最后我还是会拉开看一下我们的面团，它的那个形状。呈现薄膜跟那个力量够不够？最近店内推出酸种面包，使用天然酵母和乳酸菌发酵，带来独特的微酸风味和 Q 弹口感。酸种面包就是用乳邦种，我们用面粉跟水去养的，然后有推出3种口味。那针对于酸种面包，我们加了台湾的元素在里面。许多顾客被这天然健康的面包吸引，成为忠实主顾。吃起来其实就蛮酸的，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 Q 的感觉，我自己还蛮喜欢它，面团很自然的那种嚼劲，然后可以吃得出那种面粉香。而老面面包则以柔软香醇的口感赢得顾客青睐。他们这个面包食材很好，很提味，我都常常来买。酸种面包跟老面做出来的面包。吃的都是健康的，不会让你吃的胃不舒服。从意大利传统到台湾在地元素，这家烘焙店用时间和耐心，坚持天然健康，为消费者带来美味与安心。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伫高雄想要近距离看飞行机翕相拍卡，一般只会当伫咧机场边仔的休闲农场，也是到航廈站2楼的观景台。不过伫咧地方民代的争取之下，即马中山4路部分围墙已经开始拆除，袂久了后，就会搁加一个新的景点。怪手持续不停的动作，将整面围墙拆除。仔细一看，一旁还有大型客机停放。原来这一片不是一般的围墙，而是有60年历史的机场围墙。现在在地方民代的争取之下，中山4路旁的部分围墙将改成通透性的墙体，不但可以改善市容，还可以让民众近距离的欣赏飞机起降。卡掉这个围墙，看这个飞机我是感觉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因为我这有当中嘛是拢有一挂人伫这咧看翕相啊、摄影这个飞机的起降啊呢，等于是一个景点呐。围墙打掉的话，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不用爬高看飞机，你就可以近距离的跟飞机接触。外围的墙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在把它打掉了这是我们多年来期盼，可以穿透看到我们的飞机起降。未来就结合整个社区，打造一个南高雄的一个文创、绿廊
观光一个最好的景点，让未来这个小港能够非常的光鲜亮丽。虽然可以近距离的欣赏飞机，不过由于围墙紧邻马路，车流量庞大，相当危险，因此地方也提出建议，希望未来将一旁的单车绿廊道也纳入规划当中，提升整体的观光效益。绿廊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沿接我们的中山路，看到我们的机场，未来这个整个绿廊能够完成因为目前现在我们高雄市的歌唱人的歌星，他只要下到我们小港机场，就看到我们这整个高雄的机场连接我们的自行车道。未来也希望市府能够打造一个观光的绿廊，能够让我们的外国歌星来到我们小港机场以后，看到我们一个完整的绿廊。观光看飞机，其实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堵车的来源。那这个堵车来源，其实就会造成更大的堵车。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地点应该是在对面的所谓的翠亨南路旁边那一块很大的公园绿地。那这个公园绿地，它其实可以跟台糖来做协调。那台糖也应该也愿意来做这一块的使用，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休憩的场所。那这个休憩的场所应该是更容易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停车方面，或者想要在这边休闲，就不会那么样的拥簇，那么样的拥挤。那空气的品质也好，或者整个动线也好，应该会比较宽松、比较轻松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观飞机的场所。过去民众想要近距离的看飞机，只能选择机场旁的休闲农场，或是到航厦站的景观台。现在中山4路的老旧围墙已经开始动工拆除，相信未来飞机迷又可以有多一处的赏机景点。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起来做啦！你这个唔是我做上司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有名才有福气啦。原来是梦，阮查某孙拢讲哦，伊家人时阵叫我爱牵伊去行地毯。准备好。好，行。所料用心一解解决，给你做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什么很赚？我外甥凯凯最近一直劝我跟他一起买股票，20%，
他可能跟别人买了投资报酬率高的理财产品，报酬率高，风险也会很高哦。我只是想领个钱给我的家人，你有需要问这么多吗？即使是家人推荐呐，也要考虑产品适不适合自己。购买理财商品需符合自身能力，投资前需了解商品预期风险损失，小心金融剥削。保定准备好乱票大打了吗？拿走！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